會，歡迎嚟到三合會講黃賭毒嘅時間。而勝哥，係大家好，意思今日咧就我俾兩場啦，今日因為今日啲心水冇三場，咁可以留意下呢兩場賽事咯，係第三同埋第四場嘅。咁我先講第三場先啦。第三場咧，我揾翻蔡約翰做膽啦，勁者啊，因為呢隻馬出咁多次，差唔多次差唔多係2-3-3、3-3-4-4，咁變咗嚟講，呢隻馬應該做膽咧就幾好嘅，就係第三場嘅4號勁者。咁拖翻就係隻1號嘅沈集成嘅宜昌精神，即係宜昌精神咧就上一次好似係莫亞騎開嘅，咁莫亞騎開啲馬咧就有時要留意住啦。咁就另外再拖埋隻8號隻鐵甲獸龍。點解咧？因為呢隻馬就係劉業強嘅，因為本身新界劉皇發嘅仔養嘅，咁喺養咗告東尼馬房呢個買冷門咧，其實呢啲馬呢個鬥志都 OK 嘅，所以腳我要買翻咯。如果覺得係啲腳冷，可以買埋位置 Q 都得嘅，正步 Q 咁可以買。好似上次我哋中晒啲位置 Q，做唔到正 Q。咁啊到第4場啦。咁咧第4場咧就1號做膽啦，紅愛社就偉達嘅轉速，喺第二度喺文家良轉過去嘅，轉去偉達馬房未有表現過，咁啊揾翻去做膽咯。咁啊係隻4場1號紅愛社就拖翻隻4號有得贏咯。跟住拖埋9號嗰隻心力咯。咁通常你可以買位置 Q 嘅，咁可以細細地玩下，10蚊又得，5蚊注又得，咁啊買埋位置 Q，咁啊有時好似嗰日都中晒3場位置 Q 啦，有時位置 Q 野地都冇花本都 OK 嘅。咁啊今日就呢兩場咯。好明白。OK，多謝晒。咁啊，希望大家有啲啦。OK，好啦。好，thank you。